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係我哋暫別澳門停車場系列嘅一集。點解要暫別澳門嘅停車場咧？因為澳門地方太細啦，好容易咧俾人起底嘅，真係，所以我都係拍少啲。加上咧，我之後原定咧就諗住拍攝一啲比較敏感嘅停車場，例如一啲商業大廈嘅停車場、住宅嘅一啲私人嘅停車場，同埋一啲工業大廈嘅停車場。咁呢啲停車場有幾咁敏感呢？其實佢哋表面上好多停車場咧，表面上佢寫住話外來車輛就行人就免入嘅，外來車輛不得進入嘅。但係呢，其實澳門呢好得意嘅，澳門始終係一個比較人口比較少啦，大家都係人與人之間嘅相處比較簡單咧。我哋可以運用一啲人情啊，或者係有一啲潛規則嘅，我哋係可以入去嗰啲停車場嘅。加上咧有啲管理咧就比較容易去同佢係去傾，你入去泊入去咧係可以嘅，你當佢公眾停車場咁泊都得嘅，佢係時鐘咁樣去同你去計錢嘅。呢啲唔係非法㗎，其實係一個潛規則嘅狀況，你係可以泊到車嘅入去嘅。甚至乎有啲工商業大廈咧，其實佢係向公眾開放添，佢哋管理處係寫住係可以俾你哋泊嘅，但係只不過係管理員知，但係出面佢仍然係貼住一個牌，個牌可能要師傅去拆，佢係覺得麻煩咧，佢哋換咗啲管理嘅制度咧之後咧，佢哋係俾容許大家去時租咁樣去泊車嘅，只不過出面冇貼出嚟咁解嘅啫。咁由於有好多種種嘅原因咧，咁如果我將呢啲停車場都拍晒出嚟嘅話咧，可能會令到有啲人覺得哇，你唔係話咁樣拍出嚟唔係咁好啦咁樣。加上亦都開始有啲人去可能會跟住我嘅行蹤咧，知道我喺邊咧，跟住就可能會擺埋上網添。咁我就覺得唔係咁好啦。為咗保護翻自己屋企人嘅私隱咧，咁我就決定咧就暫時咧就停止呢個停車場拍攝。澳門嗰邊日後會唔會再拍？咁一定會嘅，因為始終好多公眾嘅停車場咧係好似新城 A 區咁樣，佢都未出㗎嘛，即係未去係即係未去建成咧。一落成嘅時候咧，咁我或者都會走去拍嘅。咁大家都放心啊！只不過係啲比較敏感嘅停車場啦，例如工業啊、商業啊、一啲住宅嘅停車場，其實都唔係話敏感啦，你都可以去拍嘅，因為佢管理公司話可以拍㗎嘛。只不過係費事有時拍出嚟咧，大家就覺得好似有啲冒犯咁樣，因為大家哇，我拍開呢個停車場喎，你咁樣公開晒嘅話，個個都入去俾10蚊雞又拍到啦，咁唔係咁好喎咁樣。甚至乎有啲俾5蚊就拍到㗎啦，咁樣就唔得啦。咁就算啦，咁我就都少啲拍啦。咁即係希望大家即係日後都會繼續支持我哋嘅 channel 啊。咁多謝大家一路嘅支持澳門停車場系列。好，係咁啊，拜拜。落啦，好個石膊，所以都要小心啲。咁見到係呢個啊，建築都好宏偉喎。哦，咁真係要見識下喎。就呢度。哇！你爭啲係嗱，出去見呢個。